各位校友的分享非常的精彩，校友嘉宾都携带了手环。如果大家期待更加深入的探讨，可以在文艺表演结束后的下午4点至下午6点中庭社交环节和他们继续交流。谢谢大家。我听说五角场是个神奇的地方，不仅能收获事业，像6位校友一样各有建树，更加能够收获爱情。可惜刚才6位校友都讲得太严肃、太认真，都没有爱情故事。非常期待第2轮的5位校友能够分享精彩故事。没错，五角场也是我大学时期的快乐老家。还记得我第一次通宵唱歌就是在五角场度过的。今天我们可爱的五角场 Quartet 乐队也为大家带来了节目《弦乐4重奏卡农》。他们由复旦和同济校友2代组成，最小的只有9岁，最大的也只有12岁。校友会的情谊不仅在我们这一代延续，更在年轻一代中传承和发展。感谢刘千子老师的倾情指导，有请安如颂、Alexander 吴、Vincent 宋、Ivy 陈、